唐卡呢是属于吐蕃时期雪囊的唐卡，就是以千年的这种传承，它是极具美学对生命的一种最完美表达，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这种艺术当中独树一帜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传承。唐卡的绘制呢，过程也好，呈现也好，代表着一种品德的呈现，所以它是修行的一个路径。制作画布以及呢研磨矿物颜料，就开始了它的修行。一些千年的壁画，它的色彩为什么到现在都是那么栩栩如生？主要是因为用了矿物颜料。它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颜色，全是用手工去打磨，不是去机器来研磨。所以这样的话呢，色彩的这种活性色彩的整个感觉就不一样。它一直是一种活态的，它一直在自己在变化。所以呢，矿物颜料随着时间，它也会呈现出另样的一种美。唐卡的绘制呢，它是遵循度量经，尤其在佛像一些主尊的这个绘制当中，它不能有任何的偏差。绘制的很多技艺呢，其实都是一个身心沟通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有时间的锤炼的。我自己呢，其实也有切身的一些体验，比如在画面里面想表达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线条，我们会有种种的这些障碍。概念呢、情绪等等的一些烦恼也会扰乱我们的心。那这样呢，我们也需要熟悉自己的身心的关系，去磨练自己的心智。你一个清净的心，它才可以指挥我们的手，自如地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内容。上色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但矿物颜料最主要还是以点画为主，它在点对点的状态当中，让它渗透到画布里面，这样呢，它可以千年保存。而且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严格的顺序，从蓝天到大地，包括我们的衣纹，然后到一些花木等等的，最后开眼。它的笔墨的要求，颜料的细度，都是用很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笔呢，它只有一根毛来勾勒，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层面的，最主要呢，你的心也要静到那个程度，也要细到这个程度。它一定是慢工出细活，所以有些作品呢，它就要花几个月或者几年的都有。以前的这种文化传习方式呢，就是传承的这个路径呢是比较窄的，比如一个家庭传男不传女只传自己的家族，不传外人所以我们就突破了很多教学的方式，所以建立了传习所，建立了传习基地，把所有的这些秘方也好，所有的这些传承传授给更多的人，让他科学的去传承，科学的去继承沿袭。但当然我们也不仅仅是传统，然后我们到故宫的去学习跟上博苏博很多这些老师学习宋画，学习国画，所以这些孩子现在在景德镇也在学习瓷器上面这种画，这种结合。我们建立传习所已经10几年了，当时我们在这个当地呢有很多这种富裕劳动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技艺让更多的孩子能有一些安身立命处。
唐卡也好，我们的藏医药也好，包括我们的缂丝啊、刺绣啊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在千年以来，都是各民族这文化交流交往的成果。在修行中绘画，在绘画中修行。我是四川非遗传承人